讲道善用属灵的温素，请曾牧师。这礼拜，咱的社会是开讲的一个新的开始。我要用圣经内底开讲的故事来甲咱做伙批判咱向前行应该有的态度。愿今仔日的圣经真做咱众人的祝福，因为享受人伫一生工作有成就、有快乐的，就是耶和华咱的上帝。今仔日的传道书第3章。耶稣所讲的譬如，上帝要亲像一个主人，伊将伊的产业来交托伫伊3个奴仆，照无共款的文书交代因。伫迄中间，最后上帝要过来，主耶稣要过再临。伫年头到年底，咱的主耶稣要甲咱算账。伫一年中间，咱做了什么？所听也这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了后，咱新的一年，咱倚靠上帝的圣神，伫伊智慧的神内底，咱真做一个智慧的关键。我嘛要甲这年轻的囡仔讲，伫小事顶悬尽忠，上帝就要重用恁。今仔圣经讲，伫小事尽忠，检查嘛会使讲，恁若对细汉就尽忠坚持。做基督徒应该有的样相。当恁长大成人的时，上帝要将重要的积分、奇妙的作为向恁来显明。所以听这咱要领受圣经的话，咱来求圣神拍开咱的心门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真格我享受真理甲活命，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伫你的至圣所，阮做的主职，阮敬拜你。因为你堪得阮敬拜，愿伫你的面前追求你所享受真理活命甲道路。愿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神对每一个面对开讲你的囝儿，互因进入这个世间，但是无属这个世间；互因伫这个世间确实有属天的智慧，有属天的能力。就亲像你交代你的奴仆出去做生意。主啊，阮的人生就是一种的使命甲投资，求上帝你的圣神甲阮同工，互阮明白阮要做什么。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静静，阮嘛要守圣餐。当阮捧过这个圣餐的杯时，主啊，求你也填满每一个人的文数，照阮各人的才调、才情，主你将无共款的需要文数就放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有言语的文书，互阮有思考的文书，互阮有节制的文书，互阮有圣洁的文书，互阮有百般的文书，各尽其职。主，阮静静听，求主你圣神对阮讲话，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圣经是一个真水的故事，伊好亲像咧讲起。上帝差遣伊的工人，差遣咱。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，咱要开工。伫阶段性的时，咱来听这个圣经的譬喻。这段圣经的譬喻咧讲起，主人照每一个奴仆无共款的才调、才情、文书来加添因的责任。圣经毋是咧比较讲啥物人较巧，啥物人的教育较悬，毋是。今日咧讲的才情，就是每一个上帝所留予咱量身定做的文书，所以伊讲照各人的文书，伊就有拄了买。这个圣经这个字就是伊的文书，各人的文书。愿咱会当静静来听，因为今仔日上帝所要留予咱量身定做的文书。今仔圣经咧讲起一个主人，伊要出外，所以就将伊的产业来交代伊的奴仆。咱的主耶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嘛将上帝国的产业交予彼得、保罗，后来续传到今仔日2000年，所有的教会一代搁一代，咱就亲像上帝的奴仆，咱受交代。圣经中间讲有5000个，有2000个，有1000个，
其实原文的圣经毋是5000，是527，因为后壁放一个叫做他连德 talent， 有5种的文士的人，5种的 five talents， 就是5种无同款的文士。这个他连德伫古早的钱，就是一个当量的秤槌，嘛就是一个这个钱的那种币值。圣经中间咱自动甲翻做中文的时，就甲翻做5000两银、2000两银、1000两银。其实是咧讲起各人的文书无同款，有的人有5种的文书真多元，有的人有2种的文书真多元。过来，圣经讲这个主人目睭紧紧该看，因为伊知影伊的路卜，什么人是有心，什么人是无心。所以圣经讲照因的文书来量互因，就亲像顶礼拜咱讲生命的量器。有心的人，上帝就加予伊。所以，在座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，咱嘛爱摒开咱的心，摒开咱的心杯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以前我自专，以前我用家己做中心。主啊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将我家己这个自我刷一边。主，我要全来跟对你。但这个无水，甲咱解说这个字，这个字真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听上帝的话，所以伫起头耶稣开始咧讲这个譬喻的时，伊讲世间的芦苇得要临到，世界末日将临，恁都爱警醒，张持就是批条案，恁都爱定睛，爱小心细致，因为耶稣上天了后，伊就亲自去天顶为咱备办迄个所在，伊将起做上帝的教会，这个使命交咱，所以咱伫这个世代就亲像无共款3种的人的文书。耶稣咧讲这个譬喻的时阵，并无将这个文书讲，这个是属灵的，这是属天的，因为这个譬喻无有真充足的解说，但这个譬喻就蕴含真水。对咱做人生中间，我要真做一个会当享受我伫一生中间手所做的工无空空。我会感觉我一生是一个幸福的人，因为我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工作。愿天父上帝伫咱要开工的时，享受这个智慧的神。所以伫圣经一开始，伊讲 Elios Dunamis， Dunamis 这个字其实就是伊原本的字叫做 Duna， 这个字真有意思。去年的圣神讲念节目书嘛，有甲恁分享这个字，伊叫做 Dynamic， 英语讲很有动能，在英语中间，伊会当翻做爆炸、炸药。这个字基本上就是咧讲起能力。但这个字又搁捌伫圣经的中间，足奇怪，伊互人翻译叫做美德，意思就是所有美善的能力。所以迄个字除了有能力以外，伊搁讲起迄个美善的力量啊。伊将迄个力量，佮特别咧讲起人的好品格、能力的品德。若无斟酌去甲听，无斟酌去甲想，其实真学伫了解。今仔耶稣讲譬如讲照人的文书来量互人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阵，检差就是有旧约历代志上卷16章第9节，伊讲上帝对天顶咧找伊会当使用的人。今仔这个故事检查，耶稣咧讲这个譬喻的时，就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的意思。上帝知这个囡仔较乖，伊是一个敬虔的。上帝知这个囡仔放，所以上帝用无共款的文书来交代伊。上帝不是看见这个一清的，上帝给伊的机会嘛，爱伊伫伊这个机会中间来努力，因为后来上帝算数的时阵。并不是甲1000个讨5000，嘛不是甲5000个讨1000，就是照各人的文数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问咱家己讲：主啊，伫我人生的路程，伫我一生的工作，伫我的生涯规划中间，主啊，我需要心中的文数。修行就是敬畏上帝，一颗愿意的心，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。所以，咱若等一个斟酌，佮甲想这个传道书第3章的事，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。所以，当圣神将一种美善的力量的这种思想放伫咱的内心，
咱就真做一个真有尊贵、荣耀、良善的人。像这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的，就是放弃救恩的杯，放弃你生命的良气。今仔圣经讲，照安尼让互恁。像这你爱耶稣让互你什么？当然，咱甲耶稣讲，我要爱5000啦，靠迄个甘愿做鸡头，毋通做牛尾。做官都毋通做鸡。咱人拢有这种关价卡，无共款呢。这种的让比较。但是上帝毋是用安尼，上帝是看人的内心。上帝看一个戆人，静静一世人戆戆做这代志。上帝看迄样戆代志做宝贝。世间有真侪巧巧人，做伙车破饼。但是上帝无拄拄看这个真车赢的人，做伊天国的贵宾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读有今仔日这段圣经，上帝交代伫新春了后要开工，也这免惊上班，慢慢礼拜一的症候群，就是讲过了后几工的休困了后，那到拜足忝的。囡仔少年的教会，上帝所听的这青少年，勇敢去工作，认真去读册。若是假期伫教会，就欢欢喜喜。咱教会青年真有出头呢。毋是食2到暝尔，你看食甲昨牧师甲恁铺一张迄个这个 picnic 野餐啦，因就使烧酒，这个自信的爸爸就吐开，就是感情遮尔好，才会交无男朋友女朋友。兄弟姊妹，毋免急，婚姻若到自然上帝就必办。但是人生中间做伙成长的属灵的兄弟姊妹，学找，因为这是社会顶悬的教会真学得有，遮尔真心的。上帝互咱的教会这囡仔，实在是亲像一个大家庭，祝福恁。所以今仔圣经咧讲，有2种人，一种是好搁尽忠的人，一种是歹搁贫惰的人。或者你静静望你的心。你爱因为你的骨力，因为你无惊吓，因为你无偷工减料，因为你无计较。你讲主啊，我袂因为无用较济的动，我就讲主啊，谁彼得个遐尼约翰都安坐前咧，你的胸坎边，我就做到要死，亲像马大，无计较。愿天父上帝照咱伫一生中间的咱的付出，最后伊甲咱讲好过尽忠的路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亲像歹过贫惰这路旁。照圣经的记载，主看出啊，所以毋敢交代互伊伤济工课，所以交代伊1000。这个人贫惰到有剩，伊连去摕去银行寄伊都毋卖，所以就甲带咧涂骹。就官对伊大所在，凊彩找一个所在带，但是主人带个学出来讲主啊，原封不动行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学了讲好，佮尽忠的路旁，你伫小事伫少尽忠，也这毋通看小可代志，善小而不为，毋通看这个小看，一种小小的好的行为，一个小小的努力。凡事起头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日圣经讲，你伫小事尽忠，伫到后来我就要设立你，有更较济诶责任，更较济成就。这嘛是牧师为恁读的。上帝祝福恁，伫细汉的时阵就尽忠，一直到恁一生的路尾。真侪上帝手中荣耀的器具，恁的智慧是上帝赐的。毋是恁熬读册，毋是认真读就有。真正一个囡仔读有读无，是上帝相信会修饰恁智慧，开恁的目睭。恁若敬畏上帝，上帝要将天灵来光，互恁一目了然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的人生毋是了然，是一目了然。咱要当看清楚这个一生，主甲咱三脚地地。互咱一生常常进入上帝属灵的恩赦。今日圣经耶稣讲，入主你的主人会快乐。也这无比这种更加丰富，就是咱伫做工课了后，咱进入上帝，进入咱的主人，进入咱的爸爸的厝，
妈妈爸爸甲咱陪伴，一个生命的印象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因为圣经讲，歹过贫惰的人，连伊所有的，伊嘛甲收回。耶和华赏赐，耶和华有权利收回。所以唔认真做贫惰的人，上帝就将伊的财前文书摕起来；但是认真做的，上帝将迄个人无的摕好，迄个10他连得一万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，等一日你旁圣餐的杯时，你甲主讲，恩上加恩。主添满我的杯，虽然这个圣餐的杯数字即使已经有添满葡萄汁，真好啉，咱的囡仔拢真爱吼。收圣餐了，剩的迄个葡萄汁伫后壁，走去问我阿姨，我会使啉无？兄弟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除了这个葡萄汁以外，主将你活命的杯赏赐我。愿咱伫今仔日，咱来领受这个圣餐背后赏赐人稳定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恩上加恩。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主题，就是主人将伊的财前，主人将伊的天国的产业来收管。其实这跟咱有关系，不是2000年前这3个罗卜有关系。今日这个圣经故事咧讲起，上帝若甲咱救来，咱恭敬徛伫伊的面前的时，上帝要将这种的文书收管互咱。数学老师，上帝将几个宝贝，这个喜乐的孩子交伫你的身边。有一日，上帝要甲你讲，好个真重的查某囝，伊咧有照顾我的查某囝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上帝将你的囡仔交伫你的手中，这嘛就是上帝所交代你的5000、2000这种的产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来愿意。当上帝将这个责任交代咱的时阵，咱爱有愿意的心。迄个1000的，伊讲主啊，你是严核，无正做，佫也要修成。哦，这上帝实在是真歹。这个人无迄个愿意接受收管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主动、认真、温困、谦卑、敬畏上帝，这就是今仔日圣经讲的 dunamis、duna 这个字咧，讲起所有美善的能力。能力是一种，特别是伫圣经中间咧讲的能力，唔是咱普通咧讲的迄个计划啦、搞做工迄种的能力。伊咧讲就是所有一切良善美好的能力。咱看手伫咱的心内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，既然我所欠过的好，既然我所欠过好，主今仔日赏赐互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开工，一直到年底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2022年我无空，我无白白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外面的工作真重要，但是佫有一项工作佫较重要，就是将你天天甲你的工作甲主参详，因为每一工拢是上帝互你的他连德。这个他连德英语叫做 talent。伫英文翻译拄就是天赋啦，唔是你学来，是上帝自然而然对天赏赐互你的天赋。你愿意上帝授权将这个能力互你吗？当然爱啊，但遐者爱认真，较无通不要无紧。信仰唔是一种的道理，唔是可有可无。信仰就是咱生命最要紧的幸福的起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用这个开工的譬如故事，我嘛愿意陪恁祈祷，对年头到年底，特别到每一年的跨年祷告会。愿天父上帝互恁伫今年会当经历到奇妙的作为。也未到年底，都已经有人甲我分享讲，伊伫今年要安怎写伊的生命日记。伊讲：我一定要记录上帝伫听我祈祷了后，伊回应每一项代志，我拢要甲写起来。以前我拢写讲我甲上帝讨啥，但即摆我要甲上帝记得上帝伫伊成就什么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今年开工了，咱有疗伤未够的能力，
既然咱人生所拄着的工作，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策略、智慧甲能力，策略、智慧、能力，愿天父上帝咱手所做的工无空空啊！所以第一，我要邀请兄弟来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翻开你生命的杯，你甲主领受，好。主啊，今仔日你所让互我的杯，你所让互我的，主啊，你伫我人生中间，你有甚物种有比？人捌家己的运数，是一个将来知己知彼的成功的开始。所以，所听的弟兄们，咱应该伫主的面前来问讲：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你有留互我甚物种的运数？我伫高雄新年教会大汉。阮的教会到今摆也有一个来的族群，真侪长辈拢咧讲古早的故事。在即礼拜出现阮爸爸的名3字增强咧。有我的时代长辈，因有诶拢已70岁、80岁，伊讲古早教会有一个长老增强咧长老，伊真敖讲喊故，意思讲自己学中间真敖讲故事啦。奇怪呢，阮爸爸毋捌讲故事互我听呢。检查到迄个年纪啊，我迄个开始的时阵，已经开始无用伫社会事业。我听足一摆，人拢讲阮爸爸是一个真敖讲故事的人，佫搞吊人胃口。伊时间若到，做了下课，绝对无佫拖5分钟讲好了。好，下期预告就关起来。囡仔安怎差伊都无要讲。其中有诶已经做牧师，因咧讨论。阮的老病，每一个人的运势无共款。最后，我的一个时代长辈，就是我的牧师苏天明牧师的后生苏希山，即摆伫台北义工教会做礼拜，伊是一个足出名的建筑师。伊讲毋知迄个上生阿昌阿生有遗传着因爸爸讲故事的即种的能力无？我嘛毋知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的运势。是上帝甲咱陪伴，目的，运势的目的是为着要服侍上帝，甲服侍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的圣经有2字，一个叫做材料。今仔咱所唱的圣诗，我经356首，每首甲我问讲，牧师，你经调叫毋对，是安那圣诗开咧唱奉献的诗歌？咱普通奉献诗歌拢共使钱啦。敢若奉献金钱，今仔日咱唱啊，唱到开，我的手献落你，我的脚献落你，我的财情献落你。伫遐中间所讲的财情，主人照罗卜的财情，财情叫做 dunamis。拄则我有甲恁翻译讲，一种能力的味道。主人知影即只马仔牛走，主人知影即只鹿仔有力，主人知影即只牛戆啊行，但是一定行到到。上帝知咱无共款的运数。各尽其职，所以伫这个所在有第2个字叫做5清，迄个清，清这个字叫做 talent， 翻做英文的圣经该翻做 talents， 就是运数、天赋。所以当咱读到这段圣经的中间，咱来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我的正手要有这个天赋；主啊，我的倒手要爱有这种美好的能力。这拢是上帝所赏赐。耶稣并无解释讲这是属天的运数，属地的运数，属天的运数无，但是伊留互真多圣经的话来补充伊所讲的这个譬如。圣经讲的这个 dunamis， 甲另外一个字叫做 charisma， 就是属灵的恩赐啦，说方言啦，说预言啦，有医治的祷告啦，有这种叫做属灵的恩赐。圣经耶稣的譬如。并无区分这个，但是真要紧，这个字叫做 idios， 因的材料，因叫做 idios， 材情材料叫做 dunamis。这个字其实介简单来讲，就是照因的内心的态度，照因愿意的心，上帝让互因 talents， 安尼有清楚吗？你的心若有一个较无愿意，主啊，我一生为你来活。主上欢喜听到这种回应。当你甲主讲，主我一生为你来活，虽然我真汉万事，我真普通，但是主你若叫我做，我就做。
主啊，是你手中的五块饼两尾鱼，主啊，毋是大鱼大肉。但主我就是这么平凡，但是我知影你无看轻我，所以我嘛毋敢看轻我家己。而且知影这个意思吗？照咱的财情，上帝留予咱的，咱就这样去做就好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咱叫到伊的面前。伊讲所听的今日，今仔日我所留予你的，就是你一生特别的时刻来临的时，你要做的能力。阿们嘛！我咱伫主的面前，纯粹相手。主我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！主我伫这个世间一定不是偶然。主我伫这个世间一定不是虚空的虚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圣经有所书保罗知影耶稣所留予人的是什么，所以保罗讲，各人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是耶稣留予达人的 charisma。各人得到的天赋是上帝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知咱的一生要做什么，主耶稣知影犹大将来要跋倒，主耶稣知影彼得将来3摆要无人医。但是主耶稣在头在尾，主耶稣看见因，所以主耶稣留予因。事先甲因讲一寡提醒的话，后来甲因讲一寡安慰甲鼓励的话。所以，爱弟兄妹，今仔日咱嘛伫上帝面前甲主讲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求你留予我。所以圣经内底有文字有2个字，一个字就是属灵的恩赐，一个字叫做都了买，就是能力的恩赐。愿天父上帝伫这个时修饰予咱，时间无真长，我袂当足深甲咱解说这个字，搁较济经文，但是会记得，这个都了买这个字，就是神力对上帝来的亏难，一道官兵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，伫今仔日的礼拜来用传道书第3章甲主祈祷讲。主你做万物，照你的时成就美妙，佮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心。主求你将这个能力的美德，今仔日放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上帝所做对头到尾，人拢无法度明白。我虽然无明白，但是主，我毋免明白，我只要对你就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。路加看见耶稣所讲这个故事的时，伊讲一句话，伊甲耶稣这句话记掉。伊讲：我要将我天父上帝所应允的圣信赏赐予你。你每领受对顶面来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嘛叫做都了买。拄则我讲，伊除了能力以外，除了上帝的权柄以外，对所有一切美善的能力，互咱做好人。互咱讲好话，互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甲旁边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牧师写出来，邀请咱作为第一祈祷，主空阔我的心，互你上帝国的文书，上帝国的空阔，就亲像顶礼拜讲亚比斯的祷告，开阔我的境界。主将伊的国度临到的时阵，伊的丰盛，伊的跨度长阔关深，伊的能力就要伫咱的生命中间祈祷啦。兄弟，为你家己祈祷，这是第一个。今仔日咱通过圣经的祈祷，所有上帝所准备一切，所有一切美善的恩赐，全备的礼物，拢是上帝所赏赐。第二，会记得上帝听候你。对伊讲，主啊，我愿意。也这第2个，向咱的上帝讲，主耶稣，你为我死，我要为你来活。主，我愿意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。愿上帝祝福恁的心，也愿上帝祝福恁今年所要做的工，也愿上帝祝福你对今麦到一生的路尾，恁所做的工，互你感觉骄傲。弟兄主，感谢你，咱马嘛有一部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一生要伫你的手中
我要享受上帝你所赏赐，终身行善，终身喜乐行善。阁有就是上帝将我手所做劳碌得到的，互我得到快乐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属灵的恩赐目的是要服侍人，毋要彼此骄傲。我较会祈祷，我会当看见异象，我会当讲方言，我会当有医病的这个能力。属灵的恩赐毋是要互人夸口，我是上帝宝贝，所以上帝特别听我祈祷，毋是安尼。恩赐的目的是要互罗卜带有主人的丰富，服侍人荣耀伊的主人。所以听下弟姊妹，愿咱伫这个中间，咱甲主讨。今仔圣经传道书第3章12节、13节，伊讲我知影人伫世间上重要就是一生幸福快乐，做好事。第二，互世间人伫一生中间劳碌所得到的，带来幸福。这两项的结论，这两项拢是上帝所赏赐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愿咱纯粹双手甲主祷讲，主今仔日的圣经我读到两项礼物，一个求主你祝福这支手，互这双手所做的工作带来成就甲快乐。主求你，互我的生命内底有良善的力量。啊，这愿咱为着这个目标来向前行。直到有一日，咱的主甲咱讲，好个真中的路棒，接来，好个真中的路棒，一摆享受我上帝国的荣耀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好好思考。兄这你愿意上帝给你的恩赐吗？你的财情要上帝用，还是要世间用？兄这你的恩赐要上帝用，还是要世间用？想清楚，因为这真重要。上帝所予咱的他认定，伊予你什么恩赐？特别恁爱去想，进到恁的内面，不要有自卑感，也不要有傲慢，爱真正看清楚自己，有外当就看外当。少年人上重要就是深深认捌家己，无看家己上过悬，嘛无看家己上过低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一生咱享受今年咱所要做的工。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。伫我大学的时，我的辅导团契辅导的牧师，带阮因为圣代甲关仔岭足近，所以阮常常去关仔岭领袖会。阮去关仔岭的是有一个关仔岭足水的所在，是伫迄个关仔岭的岭的向即个云南平原吼。所以伫迄个山坪的所在，咱看到即个新年台南，所以真水的一个所在。差不多40-50年前，迄个所在都有一区欧洲式的迄种北欧式的建筑，足水。其中有一间厝头前写一个丽园，迄个超过梨啊丽迄个丽园。后来我的辅导就甲我讲，即个所在带一个叫做高博。这个高博是台湾一个足出名写诗的人，就这个人，伊的名叫陈秀时。这个是非常有主张、非常有主见的人。伊足特别，我迄个时阵大学还阁懵懵懂懂，所以听听嘛常常袂记。但是当阮知影了，阮真爱唱伊所写一条歌。伊其实是写诗啦，后来李双泽甲伊写做谱所以后来伫大学伫校园民歌中间真侪人唱。我们摇篮的美丽岛，这条歌就是美丽岛。这水的歌词，恁会当去甲摕出来唱最主要我要甲恁讲的是，伫伊的一生中间有写足侪诗伊有伊一生中间真大的土气。这个人是受日本教育，伊的母语是台语所以在伊活伫这个共和了后这个时代。所以，伊最大的困扰就是，伊感觉日本人是外邦人，是一
这个殖民的政府来统治台湾人。所以基本上，伊虽然是日本的国籍，嘛受日本的教育，伊写的文字甲风格其实拢日本化。但是当战后，伊真可问就是伊无法度用伊家己的母语，甚至无法度用所谓的国语来写诗。伊安怎都无法度真自由，因为伊的成长的背景互伊真大限制。所以有一日，伊咧写诗的暗暝，流目屎，足激动。伊讲：我望着我的心跳，我望着我的血管内面有澎湃迄个情绪，举起我的笔。我的笔要创啥？我的笔敢亲像查某人，敢若会晓画目眉、画喙唇、画胭脂。伊讲毋是，我的笔是一个有轻重的，我的笔本身是一个有价值的，所以我的笔毋是要画目眉，毋是要画胭脂。伊甲即个目眉，甲形容做日本殖民的殖民地啦，亲像即个母女安尼。对人摇来摇去，伊讲我的笔毋是，河顶有关渡的一个查某囡仔。我讲即个，要甲咱譬如用倒来到今仔日，上帝予咱的文书绝对无凊彩，恁同意吗？检查恁即摆抑阁无解明白讲，你有啥物文书？将来你的文书要做啥物？关即个故事就亲像一个长辈，因老真好的脚脚，所听的弟姊妹。咱的他连德就是咱手中的笔，咱的他连德就是咱手中的笔。你的一生的才能要献予什么人？这是恁家己会记得。所以伊就讲，伫这个暗暝，我心中有激动吐气，我的目屎滴淡了我的草稿纸。我举笔写，我的笔是什么？我的笔毋是咧写爱情的小说。我的笔毋是咧写男欢女爱，我的笔毋是咧写即种的情绪的物件，我的笔要写一个看到我的台湾美丽岛，上帝所听台湾这个国家，所听的姊妹，上帝祝福咱在座，互咱出好子孙，好子孙无一定会赚大钱，陈秀时嘛，毋是足一帆风顺，但是所听的姊妹。好子孙的意思就是，因善用文书，到因一生年老的时阵，因感觉我一生是有价值，我所行的路，我所过的过程，上帝祝福咱对年头到年底开讲吧，祈祷，互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施恩赐福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求主祝福所有阮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是囡仔，所有着这圣经恳求主你施恩赐福，互因做有价值的事，互因养成的习惯是一个尊贵良善的习惯。因为真侪这个世间对因的冲击，迄个习惯有当时无快乐，反倒当互因活伫迷惘。困扰，愿天父上帝帮助阮的世界，提满因的背，互因手中的笔，互因心中这段的这个他人定，主你祝福因一生为你来活，也愿主你照今仔日的圣经，将最最丰盛的祝福，放伫阮在座面对职业，伫上帝你所交代的使命顶悬，祝福阮会通。正做你荣耀的器具，用心益人，愿安尼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